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这家人的水道水受到污染，影响到家人甲新北市子的民生用水。这污染的源头目前也搁在调查当中。家人市长谢国良昨暗要宣布讲，要动用灾害预备金来补助受影响的这7万多户的市民换滤水器，一户要补助1000块。是民众如果有因水污事件更换滤芯者，请大家拍摄净水器的环境及更新的滤芯的照片，收据、发票的正本。我们每一个家户我们会补助1000元，以一次为限。各加补助予民众换滤水器，家人市长谢国良12月初3暗时公布动用灾害预备金，补助受到影响的71175户的市民。受理的时间甲洗水塔同款，到12月31。家人河受到油的污染，予家人市用水有油味。暖区埕内福安宫头前的大排水沟边啊，大型怪兽咧挖沟仔底的土埋，这油水浮出来，加在有加炸条咧，无流去家人河。市政府即时应用，就是因为12月初2暗时，环保局甲台水公司沿河咧会勘的时阵，发现油的随身检。我们就在正方仓储进行巡查，那我们也确实在它的地面上发现了大面积的不明的白色液体哦。那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，我们再次到了正方仓储的现场，那我们确认这个污染物确定是从正方仓储的这个地方所排出。环保局表示，正方仓库有明确的污染事实，照水有法加罚60万。不过，谢国良指出，目前查到正方仓库盛成动力公司2间厂商拢违反水污染加重罚，不过拢排除是顶个月污染最悬的凶手。当然我不承认，因为怎么可能？我们的废油，我们没有那种油啊，我们的就是引擎卸下来的那个废油，可以卖钱的，没有必要把它倒掉。业者承认违规，不过绝对不是污染的凶手。受到家人市府甲议会委托来协助调查的环境部表示，确实认为保修厂是主要的污染来源，不过真正的凶手还搁咧查。你们是觉得不至于导致这个那么严重的那个水污染的警示？就是觉得元凶另有其人这样？是。有锁定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又搁发生油污染的事件，台水总经理李定来为台中到现场来看，强调已经全面停止取家人河的原水，暖净水场目前由西市水库来供水，会想办法由新山净水场逐工调1万吨的水来用。目前靠西市水库供水的暖区甲仁爱区的关地，现阶段还可以当维持差不多10天的供水，接落来会进行污染水质的检测，确认无问题，甲市政府报告，市政府也认定合格，安尼就会启动供水，希望2天以内会当恢复正常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